的大擂台，老爷穷下来，开心啊！哎呦，讲真的欢喜啊过日的吼，因为阿他尤其安尼小甜甜呐哈。小甜甜是小谁？甜心呐，小甜心客家甜心哦，哎，一亲无憾，没啦，不敌不觉啊，唔到敌的哈，根本一上岸台今年的亲民一年呢。今天是最后一天呢。对呀，明天就是2017年啊的新年第一年。哦，第一年哈，这个过日子啊，就要来问问叶家修阿公的。这个过日子越过越慢，对不对？舍不得啊。不会啊，每天可以看到你多么的快乐。没有了，还能跟我 PK 赛最后一集的 PK 赛啊，评审老师要介绍一下。叶家修先生，起司的先生，油仔的先生。落嘅先生，可以啦。好，现在接收听啊，奖金挑战赛又来了哈。嘿呀，我们要这个抢一个小孩子小朋友的创国的啦哈。哎，要不小朋友的嘛名啊？启观总。哦，哎，启观总带来乜嘅歌曲呢？开心老三哥。来，安尼弹款啊哈，来。哎呦哎，那个谁阿狗呀，好厉害哦！看起来这样，脸部也没什么表情，好像你小时候呢，很绵。哎呀，你小时候那个照片啊，我小时候哪有那么丑？没有。你好没礼貌哦，你是来宾呢？不是，他跟我小时候真还蛮像，因为我 CCS 就是挺叫单眼皮，然后还有一点凤眼。凤。哎，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这个岁月整形诊所啊，就帮我自然就变成双眼皮。哇，这家厉害哦！厉害哈，所以你不要担心。对，你会也不要去，不一定要去割什么的，自然而然你长大以后，那个皮松掉以后，它就变双眼皮。所以你像很怀念单眼皮的那个时候，对不对？他跟我以前呢蛮有那种 feel 的，对啊，就是很腼腆这样子，但是一唱起歌来，一鸣惊人就吓死人了。很呢，他第10季的时候来过，有来过嘛哈，有来过，有哈，那就刚用当面说，
好嘞，冲动用版按强的写歌的哈，安尼唐先生的公平，可以慢慢拿到奖金。好了，许世慧老师。OK， 你从国小到现在，我们很惊讶的是你的声音居然可以没有变，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哈。然后听点了哈，听一点就会讲，因为你在诠释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你唱得很好。不过我对你的口白的部分啊，如果有一些既然它是口白。我希望你再想一下，就是你讲话，你共发个时间，不要按这么有条理的方式，就是你让它的韵律上面能够一些跳动，会让你在这两段口白上面用共发方式，可能会比较更吸引我们注意，好，更吸引我们注意。在音准上面当然是没有问题，就是在表现口白的部分，我会希望你加强。但是我真的觉得。你赶快长大，你赶快长大，我很希望他赶快长大。哪里要长大？长高啊，年龄长大啊，赶快进入专业领级喽。对啊 ，OK 哈，哎，继续加油，哈，继续加油，希望现在很好的表现。你现在是国1哈？国3，加油，多运动啊，好吗？那么看下分数呢？好来，可以拿到奖金冇？来，请观众的分数。没问题，94分，加油啊！来颁奖3000元，奖品3000元，恭喜呢！请主要唔咩幸运我能拿奖金啦，请主要佢今日表现哈，真的就创一个懂好一个表演。而且他没有加分题耶，没有加分题就够啦，他表现的那么好，你不用加分题了，太厉害了。谢谢，恭喜你好不好？继续加油，我相信你以后哈。应该是前途无量。谢谢。哎呀，按这一天就按厉害。不会算命呢，不会差呢。掐指一算，应该是还不错。因为我们刚制作人看到他就，哎呦哇，对，我要把它牵起来。真的哦，要把它牵起来，是不是？对。好，安尼啊，强下来看比赛好嘛。好 ，PK 赛比赛规则，参赛者利用1组进行 PK， 分数较大也希望达到88分的人强势淘汰。迄公平分就由评审先生开分款卖你呀。看那个奶油桂花手出道第一炮是谁来？来哟！哦，怎么没有？有！陈淑娥。陈淑娥哦，欢迎来到舞台当中。二姐，哎，欢迎阿二姐。你好，谢谢。阿二姐啊。嗨，佢含有7V的3岁朋友，请讲出到嘛？都很怕。真的吗？讲真的啊，跟你讲真的。7V，啊，你放眼望过去，你看讲出到嘛？张新文老师。老师。他对。总新闻，你不要看他在房间呢，已经教很多学生呢。真的。真的啊。是啊，他也是桃李满天下嘞。哇，张老师对，后起之秀，张老师后起之秀很棒啊，他很优秀啊。那看看有没有抽到张老师了，好不好？抽到张新文，来，抽到就好搞了，来，注意下。累。张新文。哎呀，刘飞琴。哦，刘老师，刘老师是老师哎，这也是老师，这很强哎，都是老师。刘老师来，欢迎来到舞台当中。你好，刘老师，你运气真好哈，哎，被一个软的抽到。怎么这样子说话呢？我一听，脸那很火，真的哈。在磨笔磨滴哦，你给没带人们的狗儿干嘛？哈干妹，啊，刘老师，我们随便唱一唱，啊吗？不要这样子啊！我要唱眼神，人生怨叹无路用。刘老爷，人生亲像一条歌。哦，没了。来，弹一下2条歌的哦，董后堂。上山公园，歌
生的路很长，爱用伴行共行，人生的苦暗动，不只有爱的都难维系，头摆你老爱讲，慢慢的行共行，都带我有多少的艰苦，也变成最佳的风景，也就是人生漫漫的道路，总会有路灯。老义讲都带爱用伴行，也就是人生，会有创造的时间，总会有一三年。老义讲，爱迄个方向。人生像一种苗，当多条路好行，行马的方向眼底，唔知爱用伴走决定，头摆你老爱讲，谈心度嘅上瘾，人生有千多嘅时间，爱用七家走决定，也就是人生。爱勇敢嘅行下去，总会强松。故所爱莫放弃，也就是人生。爱切切嘅行下去，总会有一三年。老义讲。比你行下去。希望凯姐哇好听，两个都好听，真的好棒，好棒，好棒。对，尤可是其刚刚那个刘老师哈，嘿一中国的欣赏就会欣赏，他那个唱嘴巴一张开，第一句就跟第一人家唱句我就我们大家就互相对啊就看一下。对啊，人生嘅人生的路，人生嘅对对路。对，那个是故意的还是走音了？我觉得我在唱真音跟假音对真假音转换的时候哦真假转音啊好像都会这样所以啊那，但那一句听起来是怎么唱好听的再唱一次啊。人生的路很长，好听啊！对啊，苏我记落一下，落一下，很棒嘞，苏我记落一下，人生的路很长。很棒！我来这里看到前面，你现在学他唱这一对句唱。，阿爸你唱哈嘎摩耶，哈嘎哈摩耶。我觉得我好糗哦，默默的张之颖啊。我每次都在做糗事。你好坏了，现在你变坏了，你被 No 哥教坏了。没有啦，不是他，我教坏他的。来，谈一下公平啊，好嘛，来。好，叶嘉修老师，嘿啊，金惠亮啥哈，真的是金奇怪，就是觉得感觉上，大家都在期待给慧清给表现哈。可是但是呢，素娥实在讲还是干不讲，你今天表现特别好，你不哦，素娥金惠中国噶，他很懂得把那个遇强则强。遇到强敌了。可以共发的那个表现对，他就是整首歌他就完全没有压力，他就觉得实在讲啊，是觉得他的心理建设很好。我告诉你，你强，你多强，你们都认为他多强，我就唔强嘛，我就把我的实力表现出来嘛。所以其实共发的感觉很顺的一个，尤其那个那两句那个什么，喂，那两句，他就很自然的就，比了，就是慧清在这方面就稍微差一点了哈。一对母子眼流眼泪，我
个来讲哦，我觉得非战之罪啦。谈起来，惠庆你平常是讲会六个好。对，所以他今天唱的这首歌是视线的歌，所以他在唱的时候跟。他每一个音到那里，我就觉得，创作歌反正视线跟海陆不同音的地方，他就在那卡一下，就脑筋里面转不过来哈。所以这一方面，我是觉得你在学他们的唱腔的时候，你也就要完全用视线的唱腔我在讲评金场，我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讲一讲就海陆视线搞不清楚了哈。那唱歌的时候，你就也许唱歌比较好学嘛。你把它海陆跟视线把它分清楚。那像刚刚那个转音那个地方，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在海陆跟视线当中，因为你把假音的不能讲假音，应该是说把它唱到比较鼻腔的共鸣那个位置，往后拖一点点就 OK 啦。可是你在唱的时候，你就会很早很急的就要把那个唱出来。所以，我感博士说，正好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看到素儿。有这个条件可以唱得这么棒，谢谢老师。那惠姬呢，也很少会突起让人家看到说你的另外一个弱的那一面。那这一方面呢，是你将来要加强的部分哦。一定要去做那个假音的那个去变换的时候，我是觉得好像不是他的专长。每一个老师他们这个不一样，喜欢的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对，有些人喜欢真音唱到底，是；有些人喜欢假音唱到底，对，有些人选择不唱。对。空腹书，我空腹书呀，空腹书。好，谢谢。不好意思打扰了哈。陈淑娥的粉书。白色的粉。安尼分数应该还好哦。我囤积饼可能无按改哦。人生的路很长。一道粉刘飞琴的粉书。你怕谁？好，来看你是不是抽到安尼。来。安尼分数应该还好哦。我囤积饼可能无按改哦。人生的路很长。一道粉刘飞琴嘅粉书。来。还好呢，没有很高呢哈。是啊。叶老师刚刚有讲了，给23分，还有一个也给很高分，就是偶像。罗国立老师有那个会有不一样的那个评断吗？对啊，你认同假音吗？我认同哦。其实亚部分他是比较拿手，但是给明有一只讲起来，有一只他本来的双诺给那素材之后，他们俩的这个曲风歌路完全不同。但是呢，毕竟比赛我们就是要把那个胜负判断出来嘛。但是如果分开来讲，素儿姐姐唱这个比较传统这个客家歌谣，味道十足，韵味很好，很棒。你的音、你的 pitch、你的拍子都没有问题，都是在可以被称赞的这个 level 上面。那 Fikin 他一向就是擅长在这个民谣这一块嘛，对，创作这一块嘛，所以他虽然说他今天唱的不是他自己的歌，岳一田的歌，他还是可以把它唱得很好。那不过如果真的要两个人拿在歌唱技巧上面，一定要有一个分数评分的标准来做 PK 来做评比的话，我觉得今天其实素儿应该是略胜一筹的。为什么？因为他的音准、他 pitch 各方面、他的拍子都很准。反而是 Fikin 给明月猜唱歌，不管是气上面、跟运气上面、跟音准上面，有几个地方都是跑掉了哦。人生有千多个时间，爱有七家走嘅天，都是跑掉了。那但是呢，我今天会相反给分数，是因为就是说，可是我一直赞同一件事情，就是音乐它是整体的，音乐包括了乐队的伴奏出来的音乐，跟他们歌者本身的声音结合在一起，这个才叫整体完整性的音乐嘛。那 Fikin 就整体的营造出来的气氛，跟这个
歌的运用的氛围、感情什么各方面都在这整体的表现上面是比素娥好的，所以分数我相反给的原因在这里。那如果真的说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很希望素娥要继续留下来。那这只是个现阶段第一步骤的那个暂时淘汰。是这样跟你走，谢谢我们还是很看好你。好，素娥加油加油！沈阳先生，好啦，安先恭喜恭喜你过关哈。哈！还一百有机会再过来，好吗？下次再来哟，好感恩耶！谢谢哈，谢谢两位，谢谢。好了，回座休息。恐怖。好，恐怖箱来，好，出动慢赢了。哇，每个人都是紧张的哦，每个人都是很紧张的表情。还有6位哈。哎呀，李敏勇。林明勇。哦，少安。小文强哎。来，欢迎来到舞台当中。猫女。你好。哦，你好。今天因为你特別來邊帶來歌嘅全部做嘅呢，廿個小案嘅歌曲喺度。今日有冇共用嘛？今日有冇共用啊？係啊，共用小案嘅歌。共用小案嘅歌嘅嘛。共用。他就是想要發揚這個他少安。好棒！那這種一定要讓他這個站在這個舞台上久一點啊，這少安的歌曲才會廣為流傳啊。那其實他一個人唱就可以。真的。不行。你怕誰？你怕誰？都怕。没有，选一个。哦，那个真正。那个阿孙啊，今天2个人来吗？还是1个人？1个人啊。1个啊，来看你是不是抽到俺的曾曾孙来。曾曾孙。啊，真的。哇，我们一直在等的。对呀。我们一直在等的这一个，我客家乡亲也说，最好你不要抽到他，大家都认识他。他都知道他很厉害，对不对？都知道他很厉害，因为他是老师，也是老师，对。好，老师不一定会唱歌啊，对不对？那他现在站在这边干什么？也是我的偶像。你偶像？那你今天就要跟好啊，跟偶像 PK 有什么不好的，对不对？对啊。输的话也与有荣焉呐，对不对？对。是啊。好，那不要唱那么好了。你拿出3分就好。不行，一定要认真的。你一定要让他那么难看吗？这是给予尊重。开玩笑，某一天你唱得很好，对不对？你的那个特别的少安。好，那唱马该搞。打拼客家情。那你呢？你要唱哪一个的客家情？我要唱《柳龙》。来，弹过来。
动该摇摆，在情也困该心爱，来去留下孤单该最爱。不是爱条故事街，让阮就是爱离开，爱上有人恋爱袂转来。 Strawberry field. Show me whether it is not so real. My life's like a purple haze, intoxicated the game, but so by its shame.哇，一条歌的啊，真的。哎呀，后上演唱歌全部都在飙高音哈，哎呀。对啊，都喜欢唱高亢的声音。现在我要飙高音，飙的。哎，飙完会不会觉得头脑昏昏的呢？那个缺氧。还好哎，还好，因为那个要冲到头上去，要头腔嘿啊，对不对？林宥嘉，飙高音头脑昏昏吗？有哦。 对，会哦，会哈，他刚刚唱歌唱到还不太想唱，有没有？真的哦，中间还有一段停下来。不是，我很紧张，很紧张，受到高手，撞到高，你撞到他，你是停下来，你是停下来在那边想说，我为什么会抽到他？为什么会抽到他这样子？不是，我一直唱，一直唱，一直想，一直唱，一直紧张，啊，就那样子的，继续唱。但是我没有忘词啊，就是紧张。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歌唱比赛就是公平公正哦，对，所以也没有办法说中途让你停下来。没关系，因为歌唱比赛啊，是啊，一个经验。所以也是要告诉我们所有天师爷前面观众朋友，还有我们所有的参赛者也是一样，不管你就是忘词或是碰到什么状况，你。 就挤也要挤出来，下一次就要注意了，真的。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哈，哎呀，你怎么唱完都不讲话？头晕晕，高太高了，椎间盘突出了。哦，真的哦。哦，那个因为这个比较大只啊，太胖了。对啊，那个是哦，支撑不了。来，快啊！欣赏的公平啊嘞。有小给欣赏。好。 好，美玉姐哈，太紧张了，我感觉就是说，很有机会啊哈，但是讲今日虽然有这个调词的部分啊哈，是不是有下次有机会哈，你还能代表我们这湾腔呢一起来再来参加？好，没问题。然后你懂音整碟唱了哈，但是冇法度那比赛了哈，所以希望你回去再多认真练习，然后再过来腔啊过来唱衰，好不好？好，谢谢老师。那我特别要讲一下那个郑顺哈。演唱实力非常不错，谢谢。
但是有的部分就是我们就一个歌手的角度来讲，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内收音的推音要部分了哈，所有的频率只有到鼻腔上端了，并没到额头，也没到头顶。所以你刚才那个所有共鸣叫口腔中频，推的所有高频的部分呢，硬盯的时候，单点盯上去的时候，事实上高频都没有上。你在这个耳朵在这外面的空间上面听到是有上，但在耳机的频率里面哈，事实上到95%都没有上，所以这是你很大的一个致命伤，你要特别注意。世界安排，世界安排，天年了共他。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在诠释歌曲的部分哈，你想要拿出个人的风格哈来去诠释的时候，但是你忘记了一件事，就是你所有的发音都在同一个频率的时候，所有咬字整个缩在里面。好，所以在声部这个部分你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在鼻腔上端的时候，你所有都口腔中频，你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如果我们美玉姐姐要是没有唱错歌词的话，哎呦，哎，你不要就不小心哦，不小心就像上组一样哈，哎呦，刚刚当然对，没听哦，所以要特别注意哦，郑顺，你是很有机会入总决赛的这样，加油吧，郑顺，郑顺，好，好，来谢谢沈梦，是，就是对不对？就要怪你了，对不对？怪他什么？你如果没有忘记歌词的话，就好看了。我跟你说对不起。你应该说，我跟你说，我让你要这样讲。不行啦，可是你让的那么明显。那是我的偶像，我不能这样欺负他。好啦，看粉丝，看粉丝。很全快乐。李明又看分数。好了，没关系，那看我们郑顺哈，来。郑顺的分数。就是你分。恭喜啊，恭喜啊！恭喜你！加油，加油，加油！下次有机会再继续来报名，好不好？好，我一定会来。好，欢迎哦，好不好？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评审老师，谢谢。好来，回座休息哈，安姿 C。他原本还想继续讲下去的。如果我没有打断他，他就会继续讲下去。对。好，来，快下一位出道的慢人来。好。有。总评论。啊，来，总评论啊，新闻美眉，真的女大18变。对呀，所有的参赛者当中，你现在想选哪一位来处理掉？其实我比较害怕的是，就是对我刚认识的轮椅姐姐。哦，真的，轮椅姐姐啊，哎呀，因为你想，你们年轻人可能比较歌曲会比较同样，雷同，对不对？哦，那我建议你就抽像王纯阳啊，还是麦淑美呢？你要按哪了？就会比较不同路线啊。哦，才会看到落差，对不对？就会有一点不同表现。不同表现，高的就关是。所以你怕轮椅姐姐？轮椅哦。好，来看一下，看能不能抽到起来。哎，搞不好就抽到她嘞。对啊。哎，你那一双短靴越看越好看。短靴。马秀明。马秀明。阿宋梅。麦宋梅。阿宋梅。阿宋梅会讲几嘛？会呀。会呀。会。会啊，你之前韩剧比赛过嘅。对呀，对呀。表现同好哈。很好。你要唱什么歌？唱什么歌？综艺里讲给法。综艺里讲给法。秀明记，你还未记得爱吗？哦，一條歌喺度彈啊，嚟彈開啦嚇。心肝肚有意求甜，也在伊唔知几多年嘞。对你小松小下，为了天早前，俺用公益青穷奉献给自然。爱嘅心肝肚有意求甜，也在伊唔知几多年。
好，淑梅姐你的深情表现，其实一次就受到大家的喜爱，所以在这上面来吃到你表现到以后。爱是给你，不关心。有没有觉得刚刚好有意境哦？他今天轮椅跟衣服的配色也是对黄配绿的。然后如果张馨文呢在后面再伴奏一下、伴舞一下，会很好看。跳一下啊，然后偶尔轮椅这样转一下。对，哎，我们确定不上去吗？盼望伊，盼望在梦里，梦中情言不好本人知。伊无情也伊无义，将爱孤单输不死。伊无心。经纪人真的很会唱歌，哇，厉害，唱得真好啊！谢谢。经纪人很会唱，对，唱得很好。两位某空用的表现呐，哈，对，一位比较深情的，还有一个叫可爱啊，美丽漂亮，对呀，对呀，他真的很适合拍那个广告，有没有？哎，我以前有跟客台建议说，他可以当那个我们客家界的那个什么水果姐姐啊，还是什么草莓姐姐啊，哈。那个，因为他又会跳舞，哎呀，又会跳舞。哎呀，你今天有冇跳呢？哦，今天收敛了。啊，今天收敛了。收敛，因为穿高跟鞋不好跳了。有，你平常跳舞都没有穿高跟鞋？没有。哦，真的好像哦。高果汁啊，没有，公平。现场起司比现场公平。好来。好，今比两位呢，喺我看到三组来讲哈，一啲三组嘅部分啊，要表現出應該看到嘅實力啦。所以講新聞也好，也淑梅姐，我先講新聞好嚟。其實今比新聞啊，我知道今比有拍到嘅感覺，就係把你自己綁起來唱這首歌。應該講用你甜美的外形，講雅嘅比較甜美的聲音，我嚟唱下首歌嘅。應該講起來，應該是駕輕就熟，而且。你真的用一種很輕鬆，好像跟人家談話的感覺，然後去詮釋這首歌。不過你一歌的時間就突然嚇了我一跳，為什麼你進歌的時候第一個字沒有下去？你音準沒下去。因為亞叔國外特別的地方，它從快速進慢速，慢速進快速，所以呢，你在慢速的律動上面，然後快速的部分呢，我覺得你慢速的部分的控制
有稍微一点小失误，有一细细的 miss 掉，就是你在那个律动感觉冇听到乐吹的部分，所以呢会显得你在跟他在冲突。嗨，你想对不到，然后乐队想要跟着你，好像又不太准，所以会谈到一种错开感觉。所以呢，我希望讲要给部分去做到，在律动上面再听清楚一点。第三面呢就会讲，然后背中意泪将将嘅花，后背金饼啊，收的不要太，就是我觉得爱吃都很冲都挺冲哎。其实再收短一点，其实那只是毫秒差。不过感觉会差，就觉得你好像在拉那个拍子。感觉就是我觉得你没有在叙述事情。金饼啊，跟金饼啊，差那毫秒，可是我就会觉得好像太长了。所以你如果再收敛一点点，可能你再钝气一点点，可能他的情绪不会靠后控制啊，好，不会靠后控制，好，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会希望说你在这上面能够再做一些改善。好，那我们淑美姐哈，淑美姐你的深情表现其实一次就受到大家的喜爱，所以在这上面来吃到你表现到以后，不过呢，金币其实哈，虽然讲你是最擅长的，可是呢，我觉得今天你并没有像我之前看到的那么的顺畅。金币的表现来讲，哈，我觉得你听到新闻你就紧张了，所以在这上头你没有相信你自己的声音，冇相信到去讲上人的表现。其实人家上人老新闻是冇强用的，所以唔是因为头一下冲到某个东西，也系你触到佢某个，然后你反而怀疑了自己的能力，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讲在这上头，情绪也好，还有你的音色处理也好，我希望讲较稳听到的，好，安子 say。好，那就看一下分数，来。总评分的分数。9分。来看另外一位。马秀明的分数。哎呀，阿苏梅。拍摄，拍摄了，下次再来哈。他们阿姨拜再来哈，哎，恭喜你哦，好不好？谢谢啊，两位谢谢，回头休息，谢谢。好，好，哎呦，纯亮 V 听听啊，纯亮 V 咯。还是看除到蔓延先来唱歌的呢？哦，看草地呢先冲，还是旗地呢先冲？草地呢先冲，仓鼠岭。仓鼠岭，我再抽另外一个看是什么。好，王纯阳先生，汾阳两米的不同动作。哎呀，汾阳两米，王太狗啊！王太狗，莫光欺负你啊！你到底是用哪啊？你到底是怎么了？对啊，你怎么了？玩滑板的时候受伤。玩滑板。滑板啊，就那个可以玩得很优雅那个哈。哇，我看有个韩国女生玩滑板，哇，那个点阅率好高啊，好厉害。对，看到她觉得好美哦。他可以玩滑板，玩得这么优雅，这么的美。对，现在也很美啊，优雅的坐着。是啊。那有很严重吗？应该很严重吧？没有，搞不好有的人只是就是扭到还是什么。我刚刚有稍微问一下他，粉碎性骨折。粉碎性。有开刀。有开刀哦。对。哎呦啊，就是开刀给接回去这样子。把骨头接回，就打钢钉。哎呦，哦，想到都好痛，就好痛哦。对啊。这个玩运动之下还是要这个哈小心一点。对啊。莫讲欺负你爱出啥没？哎呀，奈何啊？哎呀，刚开始先除豆先除豆机啦，哈。那莫修先除豆仪啦。纯种癌的，纯种癌天啊。王太狗，啊，你参详一下。嘿啦。储存2米咩？哎对。你先来冲，必休息哈。冇问题。必休息啊，等下张帮你冲，好不好？是梦妮呢。好啊。系啦，啊，跟你都冲马狗。风尘有梦。哦，一条歌好听。有梦，你嘞？你一闪应该一闪你。好，13年啊，13年。好嘞。各分东西。好嘞，谈过啦，好嘞。看山
看水，看花，看草，看穿了世间情，看透了风尘累，看清天地万象，来看透自己的心。风尘有来呀有来，不真心甜，有生有来伴故事，随风飘散情伤悲。风尘有梦也有意，吹散不尽心田，绵延千里传千里，繁衍隔起难分难离。风尘有梦也有意，随风吹散不尽，随风飘散情伤悲，有生有来盼故心。风尘有梦也有意，随风轻心田，绵延千里传千里，繁衍隔起难分难离。慢慢来看，记忆是唔是很可能對將來，唔管有幾不應該，想要飛，對愛只個表下你。掛係唔係要你陪愛頭嘅對，你自己應該係安樣，做唔做得更高談愛聲音，假使有你為你動情，你就唔是對愛。是你也夠多用反應，天氣變異，愛的手情，都放上咖喱湯，甘願聽，夠就無氣。哎，你没有觉得刚刚好有意境哦？嘿，我发现参赛者如果这样来比赛，真的都蛮好看的哦。没有，其实哈，我觉得，他今天轮椅跟衣服的配色也是对，黄配绿的。然后如果张馨文呢在后面再伴奏一下、伴舞一下，会很好看。跳一下啊，然后偶尔轮椅这样转一下。对，哎，我们确定不上去吗？对，还可以了。而且哎，他还可以翘脚哎。对啊，
有史以来参赛者第一位坐在台上，然后还给我翘脚唱歌的，比较舒服。没有那个吹秋。看到他，我就会想到这个前辈李佩卿，有没有？哦，月亮歌后。没那么惨，没那么惨，他没那么惨。他会复原的，他这个1-2个月就好了。对啊，他这个小事啦，小事。来，唐一下欣赏的告别。好，有请叶嘉修老师。嘿春阳，我等吼几位评审老师，听你唱歌吼，其实这个讲我俩铺了，真的很专业。因为他歌词忘了，他照样唱。然后打混他也混过去，亲密哦，13金总押吧。哦，人家真是可以值得，大家要鼓励一下。鼓手老师也不知道哎，小康老师也不知道哎。都没发现，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不能说，我真的也不知道，被我们逮到2个字，就非常确定他是唱错了这样。唔怪哦，我说我老太家讲啊，你比赛家做要有用爱和心情，因为哦，不管怎么样，你的唱歌个哈，歌词就算是忘了，你还是记得你的表达跟马该东西嘛，对不对？虽然他含混带过去，不过。那种感觉还是出得来啊。风尘有梦也有意，随风吹散情，随风飘散青草地。所以在这方面来讲，还是跟我讲，这可能是另外一种值得鼓励的一种方式。除了讲大傻一定会有可能出错的时候，但是在比赛的时候，你用反应，脑气感跟心情把它提高到150%，你要是轻松掉，所以这一点呢，我们给春阳鼓掌，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心情提高到150%是不容易的。对，可能影响不大哈，虽然歌词有点唱错。更唔怕，就主要是你自己要有告诉人家说，对，哪个态度就从头到尾就是要好好的表现嘛。对，朱琳朱琳今天真的精神真的是可嘉。对呀。对呀，我说一直看着她的脸，然后就想到慧清，就想到说这首歌如果慧清来唱，可能就会得满分的。哦，老师在提示你了。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歌曲那个客家歌是在讲它是很美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一滴滴的你就要把它老给冲出来。现在是唱歌吗？对，就是要做到那个味道啊，一滴滴老给冲出来呀。所以在这方面来讲，还是感觉说，2个人呢今天都很努力的在表现了，虽然这方面不是那么你的咬字没有那么棒，但是呢，起码勇于挑战，至少今天。我们看到有2个，他们的勇气虽然没有到150%，但是也有120啦，起码他们都在挑战了，所以我们很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努力来挑战，来挑战自己的极限，好不好？好，挑战自己。好，那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个节目，叫挑战极限。好，没有问题。来，看本书。王春勇的分数。85分。第一代哈，不过态度精神是对的，是很棒的，值得学习的。大概是声音声线也是很棒。是。好，让我一位唱熟练的分数。90分。90分也还好呢。对嘛，对你来，他自己认为他应该要90几分的。因为他脚太痛了，会那个阵痛。真的。祝你早日康复哦，好不好？早日康复哈。穿着漂亮高跟鞋哈。好，安尼喊一拜有机会再过来，好吗？王太公，没问题，加油哈！好，也要多人的传统准备比赛了哦。这年1礼拜的 PK 赛咯。接下来介绍人的评审先生。陆云先生，李秋华先生，林占一先生，曾明珠先生。哇 ，PK 赛懂我搞哈。又要出枪没有？出枪没了。机会命运恐怖箱来喽！来。闹热恐怖箱喽！土豆 TV。主要来哈哟。来回，嘿。齐一云，好，欢迎齐一云来到舞台当中。来，
哎呦，你看，哎，强猛的嘛，强猛，第一炮就牵到你啊！什么？这开春第一炮，第一棒。在那个啊。哎，你要等一下啦，俺问你。还要问你，你最怕的人可以含有气啥？你请讲多多慢言。那都是前辈，都要向他们讨教。前胸贴后背，嘿。唔客气啦。苏大哥怕吗？真是，都是前辈。所以对，也是大哥大姐。大哥大，所以年纪最小。我应该是最小吧。OK， 好。你请讲出多慢，讲真。我这样说好了，总而言之，我全部都要向他们学习。OK。真是的呀。他是没看过我们节目，是不是？有啦，不是你有来过吗？有啊，你只是弄这个起云的名牌就上来了吧？真的，因为好像因为我对你也很陌生。那个双两礼拜哈，双两礼拜就高压的游戏啊，你讲请讲出道慢言，结果你真的都出道，叫做好搞，你嘛？哎呦，红刑法太过好啦，跟先一点红刑法太过好，好嘛？该太过好啦，就爱莫带木匠哈，你用到黄宪法，好，旁父妹阿姊，做得嘛过会冲啦，同忙都强啦，同忙都强哈，但是佢家先点到黄宪法先生，可能要出到几来，都有，强哦，你强来，叶曼妮陈云儿，陈云哦，大姐。出道的成员哦，你讲起来都是前辈啦。好，安尼吼，安尼都分享爱用我之类都舞台当中啊。看个除了按别个浪费哈。我们有缘啊，有缘啊。那客家人都亲客語啊，大家都互相邀來邀去，我衝得較好，衝得較好的。咁今日帶嚟乜嘅歌？我帶嚟《三國志》。安我知。帶手條梅劍法。哦，安尼好彈嚟彈講啦嚇，嚟。其他真嘅三個字哈，基本上我去到呢日白又比日白很下進步，就係應該你係用你嘅表態要下自然咧。柳樹出西馬。請講出道慢言。最後個係寫歌。哦，寫歌誒，蘇錦全係嘛？來，可以啊，可以真係出道佢啦。蘇錦全。出道就好高了。三國兩
千言万载不会强。每千日泪冰的脸，开花结子两相连，连番将心的苦，哎呦难以通过伤团圆。哎呦，好听呢，亮美的哦，真的是飙落去的哈。缤纷秋色的样子，哎真的你上演拢动稳，嘿啊顺顺的唱，佢唱的《三国志》是稳稳的哈，稳稳的哎，音又唱得当准，对啊，每剑法。嘿，而且唱得当有味道，嗯哦，当狗屎啊你。其实你都冇提的讲的，好冇？系咪？你刚刚咱制作单位你刚刚说谎，你骗人哦，骗子，怎么说呢？大骗子。不会啦，都我觉得他刚刚好，他们4 key 的时候，我就哇，全部都这么会唱，我要皮更紧一点。哦，那真的很崩哦。但是制作单位之前问你，大家问你讲，哎，我们这一次就是 PK 赛要抽签，对啊你会怕谁这样子？因为我不怕啊，我怕什么？顺其自然啊，对，抽到谁就唱什么。勇敢，平常心，对。勇敢面对。对，我觉得来这边哈，能来参加农业大擂台，就大家都懂会，懂会咧吼。啊，你是莫讲马莎跟马莎，他个抱着学习的态度。有个妹妹，因为我较强势来，较强势来哦。所以参赛朋友。那2个男同学哈是我的同学，苏大哥跟黄兴华，我们是同学。苏金全台高同王兴法，这后边就不要碰在一起啊，不要冲排泄啊。我朋友互相厮杀排泄啦，卖因讲卖因输嘅，哎呀，所以个感情要打歹啲啦。哦，所以东风去比土豆。好，好，你好。安尼做金比做两边了，好冇？要谈公平哈。来。有请罗莹莹先生。其他真嘅3個字吼，基本上我覺得你日白日比日白很係進步，就係講你本人唱嘅時節吼，係規規矩矩的唱歌，係規矩嘅學生啊吼。咁個安樣應該感覺就係應該韻味就會係不足，吼。所以呢，我覺得你禮拜電到當然你係係就。按照你嘅節拍唱啊，吼，咁講就進步嘅位數就係應該你嘅韻味嘅表態要下自然咧。譬如講你嘅第2句吼，歌詞配速你兩隻聲價嘅你係虛字吼，還講你嘅韻味表態非常嘅自然，我知道你一篇你唱到要加分，吼，佢係明顯你係照節譜來唱嘅，就係最尾3隻字吼，後面上後面了。你安唱，顯然你係做得下自然的，後面了上那，安數每日下降。後面了上好，我嘅建議，好，另外你係穿太仔吼，我知道你基本應用本來感覺當緊張咯。喉嚨很乾，係應該上韻吼，當明顯，當輕，韓國聊聊有點壓上，吼，冇愛想講看起來很有啲大將之風，然後老將咧吼。劍法松本少人家。你基本嘅改良感覺歸屬夠強呢，有一點點讓我覺得
力不从心，嘿，就很想会唱出娇嫩的声音，好，还有很娇嫩的体态，可是你的表情、你的人的气质都有散发出来。唔过应该上任就本来感觉动很，嘿，也可能就很基本嘅上任呢，还是上嘅猥琐，吼，我想你自己运动啲，另外呢，听一段吼，你系脸发暗奖，心力酷吼，你片吼，就系应该你系可能最近系因为上任还很吼，所以你系这个落差，莲花这么漂亮，心里这么苦哈，那个落差没有表现得很明显哈，就系本来感觉下可惜嘅猥琐。系，是梦怡。谢谢老师。上映嘅经验。对呀。冇马好。系啊，冇啉到水啦。哎呀。咁啦，看分数嘛，来。先来看齐艺云的分数。谢谢。92分，高分呢？92分呢？哦。哇，来，啊，我知。来。郑云娥的分数。89分，上演的关系。冇啦，较水啦。演技間冇玩好啦。我你講啊。演技冇玩好，都幾咩？必出道。很高。安排，你擺隻過來啊。好不好？好，謝謝。大舞台不要氣餒哦。好不好？不會。唱歌歡喜快樂是吧？啊，係啊，排謝啦哈。哎呀，恭喜你哦！恭喜你，謝謝，好，安子這兩位專業畢業大紅蟲，謝，好，好有禮貌哦。好來，恐怖箱拜託拿出來。來，恐怖，來，好，再麻煩再出一下，來。喂，慢點，曲辣。曲辣，歡迎來到舞台當中，來。一個氣勢很好。哎，你好哦，是衣服又漂亮哈。要衫褲迄那個3、5班的做嘅衫係嘛？我自己去年買的。哦，去年買的。啊，你買來是脫心 Q？他把地方的歌唱表演啊，歌唱地方的歌唱賽。哦，你就作嘢順意去參加比賽。氣勢很好。哎，比到樣板的情況？還好啦。還好。對啊。前3名嗎？有時有，有時候3那個平有穿這件才有前3名，不一定啊。那這是他的幸運衣啊！哈，金獎出道滿年。全部都按獎啊，最獎係自家冇雙號。來，獻一類啦，全部按獎。前滿年。最後邊40個。哦，40個誒。咱也有40個啊。蘇錦全嘅嘛。伊40個誒。蘇錦全先生嘅嘛。我頭先看見伊會唱哦。哎呦。哦。哎呦，蘇先生，他家做按獎哦。來，看下，看下要真係出道期啦。蘇錦全。出道就好高了。蘇錦全。慢年。啊。龐鳳妹。龐鳳妹，歡迎來到舞台當中。這個名字很討喜。哎，這個禮拜沒有像上一次那麼準，沒有那麼可怕。哎呀，鳳妹姐，你有同歌謠班的嗎？歌謠班的哦。你啊，啲歌唱班嘅呢？練習時節，咁樣互相比賽啊，嘛該。我模擬一下。冇啦，梗要出去比賽當歸有啦。哦，出去比賽還是會賭鬥。班上就是這表演而已。哦。按知道一卡會唱，還係你這個卡會唱？全部按會唱。你知道嘞。其他會唱。你卡會唱哦。你聽講啦，其他會唱。伊有做武則天的丈夫啦，可以卡會唱啊。啊。冇比唔比啦。係啦，可能只今日帶來乜個歌？小調，都馬調。都馬調。誒，按呢？嗌三個字。3個字，哦，來彈看啦，6位嘅歌曲。江南年。
有书出行，呀嘛出来，丝丝来念念嘛，爱有美梦过来。山高了，从哪出来？哈嘎了云南，自古就留了船啊，到一了云南。遇见了山那高啊，山上的长南，今日唱了多啊，给入了心南。哎我觉得我走在你后面，你真的好像女皇一样哎。哎呦，真的对啊，你不跟女皇一样那。两三家唔作啊？冇啦，我狗冲鼻水人更加，哎呀，加为前上面。哇，两位同學係真係父母就說迄個啊，係啊，唔會說迄個用的啦。好啊，那有說聽。唔好緊張啊，我緊張。唔會緊張呀，要講記啊，有要咬我。好來，公平啦吼，公平啊，分享立秋夏先生。好嘞，看到了兩位好同學，哦，今日轉去冇兩三冇變數年啦，哈，安尼咧曲蘭吼，加油講一個，看一個要有進步嘛，一個挑戰嘛，大家都強咯，哈，唱歌刺激歡喜，你的表情來講可能輕輕鬆哈，你點分數是比安尼馮美智啊有兩分啦，強馮美當緊張哈，唔過唱歌嘅哈，我加油講，你嘅柔軟度有拉。但是有幾隻，因為你是國強啊，唱都有表演嘛哈。你喺廈門唱歌咧，國強啊有講過咧哈。你張啊耶哩來呀，你張啊耶，你說啱啱嘅陣。張啊耶哩來呀，唔過你聽佢做耶耶，你做到，所以張耶了位，人家就咪是我做到，很專業可能嘅重播帶哈。新年來係風吹時，你拍嘅時感覺就係硬掉。送啊謝太爺，小隻啊你送謝，送小隻啊，所以你轉起來就冇人講啦哈。是啊是來念念啊，你是小隻啊，哦，它裝飾音小隻是啊哈。OK， 好來。哎，你啊，阮請緊張哦，馮美智哈，彭馮妹，馮美智哈，實際上真係冇緊張啦，拿麥克風強鬆，你徛那種企感炸樣哈，強鬆，哦，唱歌嘿，對，所以咧山歌字你加一戲人山歌唔好山歌啦，哎，從都有講過，山當唱山歌嘛，你山歌是個體的嘛哈，唱作客家語，唔客家，而係從上一音，而係從上後背。音呐，從上哦，後背音是唔啦，氣就不足咧。客家了雲南，好，所以你還記得啦，嗬，自古流傳，你那
留我一寸呐，小zan呐，转润小zan呐是都已經喪失得睇啊！啊，以前山歌、山上唱，還有今日唱到幾多線？你幾首歌啦？T 3季、T 4季，感覺就比較幾陣嘅後年是辣辣嘅聲，冇槍哩，所以今日嘅聲冇槍，所以比較合適佢啊！嗬，所以唱歌注意唱歌客家音。客家音，你3到4歲客家，那家字呢？客家音，三聲客家人，音法就冇強到啦。所以你唱歌之前，先讓你試音章嚟，要咪去做準，唔係達到試我就會按唱法。好，你要撇別注意啊！哈，所以你加油！好，謝謝老師。老師真的懂啦，客家音。哎呀，還要唱客家音。出了哈，雖然講手下講嘅哈，唔可以查啦。問題就講唱了行啊補充嘅呢，就係阿腳蘭哈。讓台灣唱一了首歌嘅哈，最主要係乜嘢？一個肢體語言唔拉，嚇原圖哈冇唱阿手下樣嘅哈，因為阿老手下竟然去梅州去馬來西亞表演哈，佢唱了條歌嘅家伙，個現場都輸到嗰種感覺。哈，那種感覺是都完全冇重要。幾首嘅氣音冇清分，所以人家肢體語言咧加強咗以後，就會冇重要。啊，幾首歌唱硬啊，即係阿鳳妹咩？阿鳳妹啊，唱啊可能媽冇清久嘅時間哈。唱了3個啊，學幾多年咧？3、4年咯。3、4年。3、4年。但是呢，唔唱歌就強。跌板講個下音，所以下音家要唱錯。各位一下落去各位啊，將嚟爭板嘅，一隻闊一隻空嘅，立啊落啊。所以唱出去唱公正啊，要強咩？強啊要緊張啊要，再唱出來去冇問題，上咗一音嘅嘛。所以你哋話慢慢你想開始學啊嗬，唔好查。學成個就會一樣，你就會有一隻經驗，多去唱嘅，一天會進步啊！還有，謝謝老師，多唱啊，多唱啊，真係好，我哋嚟看一下分數，叫靚嘅分數。謝謝。慶賀很強哦，92分過分啦嚇！係啊，我看2位可能冇辦法做朋友咧嚇。要啦，慢慢看慢啲啊，嚟，可以嚇。評分妹嘅分數。88，88半發財。沒講法。係啦，啊雖然輸幾，但是按發財唔怕啦，好。哎，拍攝啊哈！啊，你恭喜你哦，恭喜哈！我第一次拿小調來比賽啊，棒啊！莫破開太力，看嫩，摟着腰。真係唔點樣辦哈？難啲哦。比賽就係呢，難啲哦。你好嘅朋友啊，你都未講下。奇怪，我哋節目做乜嘅做到啊？唉，老友，可能是第3隊的冤家。哎呦，人都留我呢。好，翁子悠，哦，歡迎來到舞台當中。係，子悠姐你好啊。你好。哎，你好哈。你有天敵嗎？係啊，還有春3位。啊，依家什麼對什麼事啦？青藍隊哦。青藍隊哦。唔看樣個出到誰來哦？係啊。有3位誰來？全部按強啊！真係啊。全部咪強啊！冇要緊啦，你就幹這個動作係誰來嘅改變啦。好。3位較強出到乜嘢3個都有在你的害怕名單裡面嗎？蘇錦全先生、黃顯華先生，還有劉水鳳先生，3位。全部都強啊！啪。本嫌疑比唔先來比，迄個是想嫌疑比提供合唱。哦。我先幾隻。來隻。唱。跳那摩卡多下，跳那摩卡。淺藍色的。淺藍色。哦，劉水鳳先生係嘛？先生。好，按你來看一下，你咪出到幾來？怕你呢。我主動基本要幫我感覺到當好嘅美所，就很嘅讓面，香港嘅感情表達，睇得出來要下功夫。
浅蓝色哦，流水凤先生，係嘛？先生，好，安尼來看一下你有冇出到去來。怕你呢？嘿。流水凤，流水凤，流水鳳。哎呀，歡迎我們的大法官，安尼蘇金泉先生，老將哦，講起啊。其實他最怕的應該是蘇大哥，對不對？老將，老將，來，歡迎，歡迎。好，來。蘇大哥，你好。你好，溫的上來呢。家其實前面的潛水朋友，嚇，就有講到全部都講呢。係啊。我家看佢嚇，我來嘅時間看佢，係當認真呢。係啊。哇！你一練唱歌誒，繼續唔會唱啦。客氣啦。謙虛的。老將。哦。那老將今天要帶來什麼歌？我是少將。老將你少將哦。明白。你少尉而已啦。比較年輕的少將。還有中將。好。中將。唐。不老不年輕的中將。那是嘛？少將，嘿，老婦，嘿，啊不是啊。落山歌。落山歌。安尼。平板。哦，來看兩面邊看那個咩人嚟。
那用流面来接，爱行了好难，贫穷了富来归呀，命有了天呐。哎，主持人好，真劲会冲呢，难怪你会讲呢，咩？苏太哇，哥。上演要按太白啊呢。冇要紧啦，冲起来啦，去前面一些。他怕你怕到都往后的。怕我还是怕苏大哥？怕苏大哥啦。哇，没有了，我有什么好怕？该来就来。对啊，你会该来就判人家生死，谁不怕你呀？他是老将啊。对哦，结果这一局是持有太极养哎。忙敌啦，敌啊，谈公平也会敌啦。平常时他讲说哈，全部都攀赢的嘛哈。对，因为你攀。几多下都不赢攀，跟感觉样办啊？很好奇。抱着心情愉快，好玩的退休人员一个打发的时间。这个比较对，要乐观一点面对。很正面啊，很正面。对，我请一个最正面的来讲评。哎呦，哪一个是正面的？曾明珠老师。唱歌的尤其喺洛杉歌，所以你一下你嘅脑地不读说有个让相，哈唱出来，当开放嘅那唱出来，哦当欢喜嘅来摘彩，唔好按捐先。哈，佢當細閃小閃嘅都個唱容易啦，哈，所以呢，無那當開放嘅個潤味啊，是個聲啊，全部按強烈，哈，無法度講，清閃呢來幫佢聲來唱，容易真可惜啦，哈，尤其係個兩三皮嘅道，哈，個兩絲嘅時間，係叫下來，容易。兩三皮。再嚟講蘇先生，人生拖得唔係人生，注意看播出嚟時間，連唱按到幾行啊，注意聽到，睇下個人生，唔是人生，人生了人生，你嘅人生我人唱嚇。人生了好難得。再嚟，現今老人咧。人嗰度每人數人嘅時冇做下講究嘅，嚇，所以可能怕有點氣頭前變強太咧，每隻數人嘅時間是唔拉，嚇，所以可能一點點嘅不足啦，一點點不足。好，再來，洋人面前嘅一塊上嘅人冇強衝，貧窮富貴命由天。哈，在做比下元素，这个下讲的喂，笑容容易哈，下自然啲的，我相信分数会拿下那个，好嘛？这个来加油哦哈！谢谢，谢谢。秋霞老师有要补充。安尼自由太极，人家洛杉歌，归属创起来是感觉，人家敦严，还你多两三笔，后背是你输赢的时候，感觉人家当乖的人嘛，吼，莫讲当孙。苏锦泉太过了，法官太过吼。老太家讲下，平板三个字，说来说去，强挑无强韧，强韧无强挑。所以你刚吃创的时候，你唱平板比掉，你感觉唱大音。你到升息的时候，你感觉就好好发挥。其实你做人能够唱到低降一。老三个是强韧无强挑，要记得。OK。还能面对面是看分数啦，好嘛？来。红字一位分数。90分呢？1個呢？謝謝。所以蘇太狗有扣呢？哎呦，蘇太狗那個是萬一那蘇太。89分呢，反正你啊。我有乜個想法嗎？回去再練。回去再練。回去再練。正面哦。他不會啦，比我高啦。然後比你高，他真的比你高。好，蘇錦泉的分數。
我们两位就动力去，一个92，一个90，安尼。我有见啦吼。拍摄哈，下礼拜再过来啦哈。下次再来好不好？是的，啊 PK 赛呢，运气冇好，赌到去。我来呀。你来。我来。没有啦，输的人还要再唱一首哎，去哪里？哈哈。想说他以后没有机会了呀？没有啦，比从一百都你可能还要过很久才会来，所以多亮相一下。莫啦，还这样来啦哈。谢谢啦哈，谢谢哈，哎呀恭喜你哈，恭喜太高了哈，回做休息，谢谢。好，安尼最后一对了。嘿，那2位抽顺序青菜厨喽，青菜厨、青菜葱喽。看慢一先唱来。好喽，厨到慢一先唱嘞。王显发，王显发，啊，另外一位就係那個劉水鳳先生，歡迎來到舞台當中。15號，好，嚇，唔會查，唔會查，唔先衝嚟嗬，好，先衝先贏。係啊，你唱乜歌？係唱洛杉歌。洛杉歌，阿二呢？係咩洛杉歌？哎呦，洛杉歌對洛杉歌咯。我嚟邊看啊，來去。望子神牛，父母心难，养有
两位创的是落山歌嘛？落山歌。落山歌安尼对欣赏的讲都较好评啊。哦，对。两位落山歌安尼，弹一下，慢点创作较好，较脏，较有味道，样板。来问一下罗莹莹老师。好来。好，各位两位大哥吼，从迄个爱渠道吼，爱谈感觉就系各有千秋。好，首先来讲，你系帮大哥，你个会加强个美术，就是你个咧美人。大家都就下短调，好，是但强呢个第三季吼，行孝顺，好，你一片就来下创调嘅吼，冇其他嘅每人都下踢短一點點。香港呢呢個運氣啊，嗬建議，就按照應該問題就係運氣嘅世界嗬，下從容一點。冇按家就上來唱，因為落山歌就係幫你自由唱，好自由唱，大家話聽你慢慢的唱，好唱到幫你知道，有豐富的感情就做得，所以唔是按急，好，譬如講第一句哈，父母心哈，很接嚟係你是唱到就收音咧，大家很想來回味一下你的韻味，應就冇咧。父母心呐。好，就係咧係你做得一個加強嘅美術嗬。香港呢個最美日記就係子孫相傳七萬金，子孫呢兩隻字嘅渠道嗬，你聽透咧，係講做得唱到喊下口語化一點點，聽起來就會下親切。嗬，香港七萬金嘅七。了只字呢，可能有下變送到咧，所以了只字眼彈起來就音高了有點好像怕會有點不太到那個音高，好，所以了只字因為佢下短。好，所以你唱嘅時節音高，很來很下注意到，冇留去變送。所以貴屬彈起來呢，你當沉穩，咁講嘅自然度做得一個加強，因為應該上音本身嘅咧優點就非常嘅明顯。好，所以好好運用嘅上音，表達到很下自然的。我想你會係你之後比賽很下加分嘅位數。就咁來講，你係廖太講嗬，其實講實在彈起來應該上音，比你係往太講就入下撲一點點，好，不過我處當基本要幫我感覺到當好嘅美術，就係應該用面香港嘅感情表達，聽得出來要下功夫，嚇，而來做你係表達嘅美術，嚇，只係講呢個你係形容嚇，呢個每人我嚟下創造嘅，聽呢句想推傳多劍，你只劍你接哪當好，因為劍嗬，香港拿接起來嘅用面表達下自然，咁講呢就係踢短呢，嗬，呢隻時嘅每人數到下講到為下好。傳多劍呐。香港最第三件嗬，大家唱呢隻時呢，你可能唱到會很下強烈的，你彈起來呢會感覺下好。嗬，香港最美嘅隨口唱出好聲音，隨口喊你就運氣就會運到很下下降的，唱出好聲音，你讓會想會心一笑的感覺。好，就做得唱出，我感覺我去到你表達就會很下降的，是嗎？好啦，潘老師。好，來看王顯發嘅分數。目前最高分就92分。係啊，才幾下 V 哈92分。劉太公哋有沒有辦法突破？評價家老師是懂過呢，佢最92嘅，你想看啦，跟人嘅分數。今平日的黑馬應該就是你。哎呦，來看一下，謝謝，好不好？劉水鳳嘅分數。91分。哎呀，就差到個1分呢。但是他也懂高分的啦，91分。公司懂高分，但是你就讀多啊，你往太高，用啥當有嘢？樣板一開始到底下全部都強起來，強起來，就從空卡。係哦，可能感情嘅變得幾好嘅哦。係，希望我哋變成好朋友啦。你啊，必須唱歌做咩呢？交朋友。哎呀，舊到嘅朋友，哦，冇講天氣嘅朋友，啊，你咩好啊？聯絡一下感情，大家互相研究一下山歌啊嚟哦，真係。啊，但是嗰邊元氣較差一啲咧。
排泄排泄，安排有机会，安排还这样过来哈。好，係啊，啊，恭喜你哦，谢谢谢谢，啊，安子姐，啊，安子姐，两位回座休息。明天就是2017年，就是民国106年的1月1号。哎呀，真的，大家新年快乐！真的，我们把不愉快的事情呢都抛之脑后，迎接美好的未来。是的，迎接美好的明天，好吧？对，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平安健康啦！哎呀，顺喜哈。我相信还交到朋友好唱歌的哈，安良言好好的唱啊嘞。嘿，唔对，要报名的夹个来报啊。报名专线0993883988，还有纯真天花0227778231。係，等下到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還要多謝辛苦的評審先生安子生。新年快樂！什麼小跳？謝謝老師們，謝謝。好，同時大家冇記得咯，下禮拜同一時間的時間呢，鬧熱大擂台，鬧熱中下來，大家。